就好似地啦，Dinos and Friends，速龍博士與 T 仔，粵語互動，聽覺認字訓練，動物篇。小朋友好，我係速龍博士，歡迎嚟到 Dinos and Friends 兒童教育頻道。小朋友，今日我哋同 T 仔一齊玩動作聽覺認字訓練，動物篇。玩法非常簡單，小朋友只要聽到屬於動物嘅名稱，就跟住我嘅指令做動作。動作包括有拍拍手、點點頭、踏踏腳、揮揮手、搖搖頭。喺開始之前，速龍博士先幫大家認識一下動物嘅名稱啦。動物名字：陸地篇，大象、老虎、獅子、長頸鹿、斑馬、熊、山羊、狐狸。好啦，我哋準備開始玩遊戲。聽到屬於動物嘅名稱，就同 T 仔一齊拍拍手。3、2、1，開始。長頸鹿、洗衣機、斑馬線、薄餅、老虎、旋轉木馬、遙控器、大象、叉、熊、棉被、獅子、狐狸、雪人、滑梯、沙子、山羊、水彩筆、斑馬、書台。小朋友做得好好，而家我哋嚟認識下一批動物。動物名字：天空篇，老鷹、燕子、麻雀、白鴿、貓頭鷹、信天翁、蜂鳥、天鵝。好啦，準備玩遊戲。今次聽到屬於動物嘅名稱，就同 T 仔一齊點點頭。3、2、1，開始。白鴿、信天翁、熱氣球、老鷹、雲、蜂鳥、直升機、風箏、麻雀、天鵝、星星、月亮、彩虹、飛機、泡泡、燕子、雪花、降落傘、貓頭鷹、紙飛機。做得非常好，我哋再嚟認識下一批動物。動物名字：海洋篇，鯨魚、海豚、海獅、八爪魚、海馬、海龜、鯊魚、海豹。好啦，準備開始玩遊戲。今次聽到屬於動物嘅名稱，就一齊踏踏腳。3、2、1，開始。八爪魚、水泡、海獅、浮木、船錨、海龜、海豚、救生衣、鯊魚、潛水鏡、海馬、海藻、漁船、海豹、鯨魚、石頭、城堡、雪櫃、水桶、海浪。非常好，我哋再試試下一批啦。動物名字：昆蟲篇，蝴蝶、蜜蜂、瓢蟲、蜘蛛、蜻蜓、蚱蜢、蚊、蟋蟀。好啦，準備好未呢？今次聽到動物嘅名稱就要揮揮手。3、2、1，開始。飛機、蝴蝶、蜜蜂、遊戲、瓢蟲、黑板、蘿蔔、蜘蛛、三文治、河流、電單車、蜻蜓、糕點、青菜、三角尺、蚱蜢、蚊、
跑步、雪糕、蟋蟀，做得非常好。我哋複習一下動物。動物名字：陸地篇，大象、老虎、獅子、長頸鹿、斑馬、熊、山羊、狐狸。好啦，我哋準備開始玩遊戲。聽到屬於動物嘅名稱，就同鐵仔一齊拍拍手。3、2、1，開始。長頸鹿、洗衣機、斑馬線、薄餅、老虎、旋轉木馬、遙控器、大象、叉、熊、棉被、獅子、狐狸、雪人、滑梯、沙子、山羊、水彩筆、斑馬、書台。小朋友做得好好。而家我哋嚟認識下一批動物。動物名字：天空篇。老鷹、燕子、麻雀、白鴿、貓頭鷹、信天翁、蜂鳥、天鵝。好啦，準備玩遊戲。今次聽到屬於動物嘅名稱，就同鐵仔一齊點點頭。3、2、1，開始。白鴿、信天翁、熱氣球、老鷹、雲、蜂鳥、直升機、風箏、麻雀、天鵝、星星、月亮、彩虹、飛機、泡泡、燕子、雪花、降落傘、貓頭鷹、紙飛機。做得非常好。我哋再嚟認識下一批動物。動物名字：海洋篇。鯨魚、海豚、海獅、八爪魚、海馬、海龜、鯊魚、海豹。好啦，準備開始玩遊戲。今次聽到屬於動物嘅名稱，就一齊踏踏腳。3、2、1，開始。八爪魚、水泡、海獅、浮木、船錨、海龜、海豚、救生衣、鯊魚、潛水鏡、海馬、海藻、漁船、海豹、鯨魚、石頭、城堡、雪櫃、水桶、海浪。非常好，我哋再試試下一批啦。動物名字：昆蟲篇。蝴蝶、蜜蜂、瓢蟲、蜘蛛、蜻蜓、蚱蜢、蚊、蟋蟀。好啦，準備好未呢？今次聽到動物嘅名稱就要揮揮手。3、2、1，開始。飛機、蝴蝶、蜜蜂、遊戲、瓢蟲、黑板、蘿蔔、蜘蛛、三文治、河流、電單車、蜻蜓、糕點、青菜、三角尺、蚱蜢、蚊、跑步、雪糕、蟋蟀。做得非常好。我哋最後嚟複習一下動物。唔同種類嘅動物都會有可能出現㗎。聽到動物嘅名稱，就同鐵仔一齊搖搖頭啦。動物名字混合篇。3、2、1，開始。蜂鳥、沙子、水、瓢蟲、狐狸、海龜、釘書機、蚱蜢、月亮、番梘、麻雀、遙控車、獅子、八爪魚、石頭、蜻蜓、餅乾、貼紙、蠟筆、斑馬、樹葉、海獅、
花樽、筆盒、電筒、蝴蝶、薄餅，做得好好。動物王國真係好玩，小朋友記得多啲同家長一齊玩，一齊練習。我哋下次見啦。Like and subscribe.